好啦，乡亲啊，过来这位是退委会主委房世宽。顶礼拜日反映，和国民党的立委郑天才当面甲破咖啡，房世宽当场就甲伊的西米露烫掉，行向前要甲伊输赢。有真侪网友学到伊烫衫的动作，讲真潇洒。房世宽昨到高雄的营总，应这个观众的要求，搁烫衫烫一届，现场拢是喝休声。哎呦！不行不行不行！敢若是伫这孙大燕动作片，立委郑天才破咖啡，嘛，互退委会主委房世宽这一趟，这个动作互网友赞声，实在有够缘投。房世宽缘投啊送烫衫的片段，家己敢若嘛感觉演了足好。代志过7天了后，伫高雄营总出现，搁伫迷众的叫声当中烫一摆。这摆是烫甲心甘情愿，不过顶一摆伫立法院，房世宽是真生气，讲到退委会。他今天很运气，要是大街上他遇到我绝对不会那么对他那么客气。房世宽讲话真直，来到高雄营总嘛，过来表演一摆，互医护人员拍抱啊嘛真欢喜，成功得到真侪迷众的心。